讲到颜色嘅戏水，幾多年都有講唔係得同樣飛嘅。苗栗銅鑼有一間顏色嘅戲水工廠，可以40多年咧。頭家林英講，50-60年前，顏色嘅戲水工廠有8個間咯，而家怕搶存到2間咧。而現正上海屯也老師嘅記憶上述下去，也上海屯是戲水嘅快樂分享出去。3年前，伊能都轉型做觀光工廠。帶領遊客來認識顏色嘅戲水係用嚟做嘅，還是得親身做看下喎，要用甲嘅科學知識，增加教育意義。安尼單止每年都有200甚至1000嘅遊客去計了喎，比傳統產業也簽到為生機。天晚下起，染子跌到汽水肚，沙一上，拍色嘅泡流連出，太熱細子沙沙一乾，太口，啉到都滿足，每9番起，動你弄時都在童年。就是去廟口拜拜的時候啊，那就是有那個雜貨攤在賣，對，那就是買來喝啊，對，哎。所以小時候講到彈珠汽水都是很快樂的回憶嗎？對，哎。細時就愛啉呀汽水係咪多麼簡單？對啊，以前是冇按過誒，喲，怎麼靠認識嗰度誒，冇，你20幾年都唔是上誒，很難的，當然的機會啦。哎，以前嗰啲環境嗰度，我當較有錢的人就可以吃得到安尼咯。為參苗栗銅鑼嘅2間染子戲水工廠，至今成立40多年。經理講，透過台灣染子戲水成立最好嘅時節，府下就日推機器，除為係一間工廠。50-60年前大概有100家吧，啊，對。那麼到最近這3-5年剩3-5家，哦，那麼到今年可能只剩下2家。太寬經過點，時從見來見見正，工廠每處人來人少。不過林俊講，從細地做戲水嘅家庭太熱，佢知道呢係一種時代文化，記住傳承下去嘅使命。未希望全世界讓人分享快樂嘅經驗，就得繼續下去。最快樂的是喝汽水不要錢，永遠是孩子王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每天下課都有很多同學陪我回家。為什麼？喝汽水不要錢。所以跟着你回家的同學也都喝汽水不要錢。啊，那當然啦。我家沒別的，就是彈珠很多，喝汽水不要錢。不過傳統產業我哋先是台生酸，天朝係難為嗰種蓬勃，所以3年前佢就接受葡萄，轉型做觀光工廠。認為講該觀光場所生意也沒有說很好，因為生意沒如社會受到影響，所以想講，咪來轉型看看。記得了觀光工廠實天做教學戲，自家做設計，染子清保區，太興染子推兩道，太熱細子搞到聽都講唔得，然後咪做啲自家來好做染子戲水。好，瓶子放進去，好。這時候呢，一樣進水排氣重複按，對不對？就一重複按，你看有沒有水？進水排氣，一直重複按。對。好，4、3、2、1，希望你成功哦。好，來用力壓，往下壓，進水排氣。好，恭喜你成功，來下一個。雪臉搞了之外，如希望影下學嘅多東西，記得落科學地師，中意啲體驗考場度，搞了當中咪學家當戰。
其实你很难想象，其实它那碳酸水对不对？气体想的比你还多很多。所以其实你做汽水的时候，假设你进水嘛，进到这边好了，它这边都是气。可是这边气呢，它在灌气，你没有把气排掉的话，它很难再把汽水灌进去。弹珠汽水制造原理，其中就是压力控制嘛，哈，压力控制的方案是讲，像爆米香也是压力控制，哈，还有我们楼上有个魔法水瓶也是压力控制，哈，该是从很简单、很平生活化，里头本小朋友啊，本学到一些比较基本的常识啊，用面，嘿。手上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哦。刚刚有喝吗？有。喝起来怎么样？很好喝。你刚刚有做弹珠汽水吗？有。弹珠汽水用板做？主要是要喝是用个糖水，再用个塞落去。你自家做个汽水好啉吗？好。你调过有啉过弹珠汽水吗？有。你伫个弹珠迄用的冰落去的吗？有。真不易张碟啊，还调高出碟嘞。真不易张碟。但像小朋友吃到口高，连台面没好多动动。蛮新鲜的，因为可以认识很多以前现在很难看到的东西，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。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很幸福，因为就是有很多所谓的观光工厂，让小朋友能够了解说东西怎么来，然后也可以去体验到自己 DIY 的乐趣这样。因为按现今用个连珠的要做底包要设定的哈，一次看，就有一点点懂莫名其妙的感觉一样啊。哦，原来迄其实不用落去按你层层的装起来就是。整体来讲，我们是卖文化，然后当然有创新的元素。简单说是，我们是卖一个感觉，让进来的人出去以后会觉得说，哇，他学好多，他好愉快。而且我们经常做到的是，不奇不怪就不卖，不巧不妙就不做。当然不赚钱也不做了啊，这是一定的。小朋友的搞聊当中好多东西，台面轻转通烟，短短3年，观光工厂的技术，只给超过规章，经验业总业嘅一半，傳統產業在起，轉見前導性機會，下大家以後可以來到動漫組，林俊講成為技術分享快樂嘅夢想，未成功實現。